段情，等到最后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真孤单，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阿哥，我缘投就对呢。缘投哈，有啊。来，这个牛啊，送你一堆玫瑰花。安尼哦，缘投兄的。来，我亲一个。阿爸，我嘞。哦，对，你买，来。这个牛啊，送你一堆玫瑰花。缘投爸。真多谢。来，我们亲一个。哇！对啊，啊，恁老师哪还没来？我送啊，哎他呢？食落哪遐无细字啦？嘿，啊你敢是阿瑞安老母？啊，你是啥物人呢？你遐迄店面就是家租的啦。哦，安尼就是厝头家作弊啊了。对啦，我送啊，你目睭无看哦，以后唔通介一人出来啦。迄大路你车你遐济是真危险呢。不要紧啦，车若来哦，我就会晓闪你的。但后你闪都袂赴啊你，啊你是要去倒位啦？别讲我甲伊偷走出来，要来讲啊，看看的安尼啦。那你嘛好啊，啊你目睭无看是要看啥？老师，这内底吼，这个布料是我专工去拣的啦。啊，唔知老师介意无？请老师收起来。唔好啦，你歹势啦。不要紧啦，小可意思尔啦，请老师收起来。来宝，啊，恁爸爸伫卖菜，啊，你资料顶头哪会无写？可能是袂记啊，老师歹势啊。卖菜真好啊！老师平常时吼拢爱食青菜甲水果，最可能无人伫卖菜。啊，以后老师要食啥？无咯，啊你食菜食水果，嘛爱食我的鸭肉，安尼营养唔才有够。老师啊，你啊来食我的鸭肉吼，我算你较少。无啦，老师，你以后来食吼，我请你，唔免请啦。来请你啦。好啊，安尼我以后逐个来这食。欢迎啦。无啦，讲算笑啦，我食菜无食肉啦。哦，安尼啊。菜，来食多好咧。老师，这我一下意思。啊，偌济钱我算下你。免啦，这是我一个建议啦。多谢你。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哦，想讲要来请教。听讲后摆若真是艺考考第一名，是毋是会当做班长？对啊。哦，啊我是伫咧卖菜啦，或者讲阮内母啊，伊若真是考第一名，想讲我这卖菜敢有关系，是毋是会当做班长？当然会使啊，内部啊，甲美华成绩拢真好，因以后拢有机会使做班长。真是安尼吼。真是嘞。内母啊，你有听着吼？恁爸咧卖菜啦，袂害你啦。好，你啊，我来啊啦。阿母，你哪来啊？开咧啊！头个，你来带阮母来吃。我拿到伫广告咧去当着。我来，你无欢喜心。你若是无欢迎我来，我即马就随来转啊。毋是啦，母啊，我毋是这意思啦。我毋是啦，来内底坐啦。有诶，看母你坐啦。咱入来面坐啦，叫人客食。你这是，好，谢谢你这内部啊，迄个是毋是恁阿妈？伊目睭是毋是无看到？啊，
哎，是啦，我搁要拜访别个学生，我先来走。哦，安尼老师我送你啦。阿哥啊，嘿，你若是拿杯哦，好。母啊，水果食食吼，等下我才带你转来去啦。来，姐姐。李太太，你爱请2个囡仔过来顾店，阿妈的目睭阁毋是阁做红灯的，你安尼真辛苦哦。讲无辛苦是骗人的啦，啊，毋过想着来报将来，讲咱辛苦都不要紧啊。林太太，我其实要搞好好要举办模范母亲的选拔，我想要推荐你做模范母亲。我模范母亲，母啊，你要像这门也无关啦，台北哦不比增加所在呢，这差人哦是足多呢。啊，我毋是有甲你讲过，听啊吼，阿女啊吼，转来吼，啊才带你出去啦。你安尼家一个人出去吼，足危险的呢。迄街仔路车过遐尔多，万不你若叫车弄着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免烦恼我啦，反正哦，食老啊、青梅啊、目睭无看，个人怨，无人要插啊。母啊，你若安尼讲，我嘛是有讲要带你出去啊，是你讲家无爱啊。我哪有讲无爱咧？有啊，啊明明是你讲的啊，我讲等下你也转来，甲带你去啊。迄是你讲，毋是我讲了。哈，啊这明明都你讲的。你讲的，我无讲。你即摆若安尼食，愈老翻颠啦。我老饭店，无毋对，我老饭店食老个人怨，无人要治啊！我老饭店啦，无毋对啦，无人要插啊！母啊，是的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哎呦，这间厝是啥物风水啦？你讲话哪拢会安尼口角啊？瑞啊，爱困你房间困了一沓才拄久。哎呀，来吵好你即摆讲啥？无你搁讲一摆，你即摆讲啥？你无？好啊，你要考试啊，会专心读册啦。读册就已经无大无小了啦，想要甲我爬去头顶放屎啊哈？你讲话愈来愈过分呢。嘿，我毋知这囡仔你是安怎咧教，教应出应去，哈？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伊着要考试啊，会好好读册啦。啊，读册是咧外语案啦。你敢烦恼伊读册？你有烦恼讲你老母有食无食？去甲问者啦，看伊到底是倒位咧艰苦啦。我问伊也拢做毋应。好啦，行啦行啦。阿母啊，你哪还袂困啊？也大敢暗啊晓，即马暗时11点啊。 11点啊。阿母，你哪会吐大气啊？你是毋是人无爽快？无咧，你会枵袂？袂晓啦，都青暝无看，嘛毋知影日是暗时啊，规工拢关在厝内，也无咧振动，嘛袂感觉枵阿爸。唉，我在这世间，毋知要创啥物着。阿母啊，你是咧学袂讲啥啦？你是常常要讲我有烦恼的吼？好啦好啦，我莫讲，我莫搁讲啊，但你也莫受气。会啦，我入来困，我即摆入来困，你莫受气啦吼。你哪会讲啊？会啦。阿爸摇咧，阿爸笑笑咧，安尼哦，笑个遐欢喜着。安尼哦，阿爸笑啊，阿爸摇啊。啊，你老母安怎？免紧张啦，伊即时哦，定倒来厝内，心情较郁卒，出来出去行行就好啊。唉，庄脚带惯势啊啦，食老的时候，才会带咱这大包，敢袂输关伫迄笼仔内咧，真啊可怜。为着子孙，为着咱，哪有法度？你知是安怎？哪是有够忝？忝就去休困。阿爸笑咧，阿爸摇咧，对个，啊，来宝哦，咱从真正要考第1名，做班长咧。
然后才调是上好啦。阿嬷，你会紧张袂？我哪有啥物人会紧张啦？我穿小米都卖菜，也毋是啥物见笑代志啊。对，对无？对啊，推个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来啦！是啥物好消息啊？我甲你讲吼，前几工啊，老师家庭访问，我送伊转去时吼，伊甲我讲要推荐我做来报伊一班的模范母亲的代表呢。你无欢喜哦？哪有啥物欢喜无欢喜啦？我看你甲恁内部的想拢总共款。一个孝想要做班长，一个孝想要做模范母亲，我问你啦，做伙身份是当加我啊？啊，毋是共款是个卖菜囝，啊，你毋是共款卖菜某？甲你讲一个话，气喷喷。我甲你讲啊。你看安尼，你像模范母亲无？你看，有啊，有像，真像，像啊，食敢若狗。害我为你一个心人了的，想要离开。应该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。来宝，你爱搁写一篇作文《我的母亲》，你若写得真好，评审老师毋才会甲你妈妈一票哦。我的母亲是一个足好的母亲。我的母亲是一个足好的母亲。我来要安怎写的？哎呦，我想不出来了，我歹写的。来宝，请你食冰。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无，请你食冰，你敢毋爱食？得要考试啊！我册单也未读完，若是我搁爱写模范母亲的作文，要安怎啦？我一定无法度考第一名做班长啦。啊，若无我帮你写模范母亲的作文，你就会使专心读册啊。你考试敢准备好啊？准备好啊，我也无想要做班长啊。读遐尔济，要创啥？但是你总爱写较好的一条哦，我后母才会当选上模范母亲。好啦好啦，但是你莫别人讲作文是你写的哦，等你写好，我甲你抄一遍。好，不过你以后袂使甲别个女生做伙，无我就甲你的秘密讲出去哦。好。我这钱。哦。总总60块。哦。谢谢谢谢。安怎？安尼有较快活无？有啦，安尼有较快活。好，先食一个维他命吼，安尼才会爱困。哦，来。妈妈，你莫吵啦，我咧读册咧。母，你是要创啥？来宝要考试安尼？阿蕊啊，你带我来外面行行的好无？好啦，我带你去。阿母，你莫带阿爸出去啦，你无爱读册好无？阿母，来宝明仔载要考试啊，
我想讲练功好啊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你在啥偷看啊？哎，美云啊，你咧写写后白看卖，这是秘密，袂使甲别人讲啊。要紧啦，阿伯看者唔卖啊，唔卖，就是唔卖啊。哦，安尼阿伯知影，你哦绝对是咧写情书，对不对？阿伯，你莫乱讲啊，我较无咧。啊，无你怎样惊阿伯看？哪啦哪，什么代志啦？嘿，你听诶，啊，恁查囝哦，伫咧写咧尾单呢。啊，有影无？这部我上老的呢。李云，来，我看莫卖看，莫看，我一定教你2部啊，来。莫看。你听诶，是有影无？这你也晓。哎呦，你足看我无呢？无我随唠2句，你听看卖。月色光光，迄一年，吼，我冬天就热，无论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你无嫁，我无娶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莫搁讲啊啦。阿伯，阿爸，你两个莫吵啦。你阿爸摕一盘仔面来是碗。哦，好，随来，按钱较重要。有啦，拜托啦，叫阿伯看者啦，好无？拜托。好啦，我借你看，但是你袂使互来爸知影，也袂使互别个人知影哦。你放心啦，啊你若唔相信，阿伯甲你打过鼓。害我为你一颗心人了的心爱你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梦散，情孤单，阮的心。听阿伯讲。我的母亲，妹妹打满月，每一天透早，阿母就搁爱妹妹去甲阿爸斗骹手，就搁去果菜市场批发水果，转来就搁看店，也就搁照顾无看去的阿嬷。这敢会是？我搁定定听阿母伫咧讲，阿爸为着我。才卖庄脚的土地，互我来台北读书，讲叫我来好好用功，将来我一定要好好孝顺阿爸，我一定会听阿嬷的话，听妈妈的话。阿母互咱逐工生活，过着真温暖的家庭的气氛，厝内面每工就充满着笑声。我感觉足幸福。阿伯，你是安怎？无安怎？没有啦。啊，你若想着讲要写我的母亲，啊，你毋是爱考试？人来尾啊，都拢伫厝咧读册，啊，伊哪会叫你写这？你袂使互来爸知影，无我会互伊骂呢。袂啦。阿伯，我写了安怎？真啊，来宝吼，若会当亲像你写安尼吼，阿伯毋知要偌欢喜。阿母啊，啊你食饱未？嘘，唔通讲话啦。遐对啦咧。嘘，啊是安怎啊？甲等伊虚一虚。我甲你讲啦，来母啊，伫咧读册，莫甲吵啦。哦。遐对也是伫咧创啥？阿女啊，去你泡迄人参茶，你要来母啊补你的。哈，
迄囡仔人啦，逐工咱啊啉啊心仔茶啦，哈，是啥？当作是钱晓抬钱啦。囡仔变囡仔啦，你是咧创啥？免啦，我叫他来先过啦。你怎么样？你看，今仔母亲节呢，咱哪会搁咧做生意啦？想讲一寡货底啦，轻轻的罔卖啦。刘点，你今仔毋是带恁某要佚佗，哪会搁转哎，台北行透透，较行嘛呢？啊，你讲，我知影因母仔囝特别爱安尼热热说，所以哦，就调工甲讲，伊若要看风景哦，就一定要用布帘。结果布无2点钟，因2个就忝死啊，所以毋叫布落睡来遮咧休困。刘点你哦，想即步阁袂歹啊。阿伯，这张花送你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。是冤错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生，等到心。